因为有当犬猫的问题哪来哪多，根据全国的统计，人权的冲突，去年全国有19件，今年加顶半年就有42件，其中台南有4件，因为去由流动犬来约，造成车祸弄伤，甚至是昏迷。对此，台南市议会定期会上午邀集市府相关单位召开专案报告，希望找出严厉的对策，对源头的管理、流动犬的管制、加收容3方面来落手。社会大众对流浪犬这件事情，跟人权冲突这件事情发生这么多的社会案件，到现在为止，台南市政府还是没有很积极的作为。该不该去定个自治条例，针对问题去定自治条例，以法令来制定这些作为？我感觉咱动保处一直要停留在中央说什么我们做什么，甚至于我提出的所谓的保险制度，其实您都不敢正面回应啊。跟你说报告一下，其实保险这个部分从一开始我一直在从上个会期一直在讲，为什么我们动保处让人家来认养的时候，编一挂经费，让人家认养人可以有机会。因为有这个保险制度，我敢去认养。未来发生了什么不管是狗攻击的人，这因拢有一个保险的制度，有保险来甲斗相听。所以，家己做报告这部分咱有做，就是讲咱伫报告来这做你安怎做？也有呈现。第一个，我们有在明年度的预算还是在明年度预算。其实这件事情谈了很久了。今年度是用其他的议会同仁也讲过了。你知道今年度是用中央的，今年度中央已经让我们建议，年底下半年他们现在全国要来实施了就是全国现在去定这一个统一的这种共同供应契约，让我建议今年度下半年是中央他要来付钱，他们大概全国有用了300万，现在细节在研定当中。如果你一开始的基础数字是不正确，或是没有信赖可信度的，或是它的可信度较低的，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确保我们将来做的这些防堵或者是预防的设置是可信的呢？所以这一块可能真的要去思考，包含议员先进，包含有其他县市有提出来，类似说像所谓的犬口、猫口的配套户政系统的登记，或者是我们之前讲的，可能好，我们就讲源头好了。我们一般讲源头管理，除了刚刚讲的那个源头，其实忘记了说有一个源头就叫做游荡当中的源头，因为那是完全黑数，我们完全不知道。老实讲，那另外一个源头就是养殖场或繁殖场。养殖场、繁殖场的东西，你们怎么去控制数量？对，你们说它产出多少会登记，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实物上来讲，他如果培养了这一批一出生就有缺陷的，他会怎么处理？他先是的带来咱家，还是我们补助的人？我有听一个风声局长去查看卖为着要申请补助，这拢一直繁殖出来，互伊生个抓出去蛋，然后再来给咱申请补助，你不会觉得这样会很恶劣吗？会长农业局表示，以目前台南市游荡犬大约有19000只，去年猎的数量甲急难救援大约有4500只。因为全国流浪动物零扑杀的政策，公部门一档绝育的犬猫，包括家犬加游荡犬，大约有15000只。虽然现场有议员认为19000只唔免2档就做完，不过绝育的速度却永远比不过生育。对此有议员建议，针对繁殖场嘛应该加强立管，对源头甲游荡犬的收容量来加强管理。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